有供电业者是按算伫中华大城乡咧来开发一个太阳能的发电设备，当地人是真反对，所以组一个自救会来抗议，希望政府会当同齐来守护农民趁食的田园。也那县政府是表示讲，这地方的心声因拢有听到，面对这供电的开发案，会严格来审查。守护家园，反对供电。大城乡的农民甲居民组成自救会，伫中华县政府头前大声喊口号，反对农地开发耕田，希望政府替因守护趁食农产。那会当留互阮种做啦，一个咱清气的土地种出来的物件，大家嘛较敢食啦。我们村世代都是为农的，业者一句低地利的推辞，就让我们的优质产地变成那些不好的地。有耕田业者按算伫大城乡的顶庄村40公顷的土地，申请采50米架瓦的太阳能发电设施，但是自救会指出，目前中央并无公告实施大城乡给地力耕田示范区的计划。耕田业者说，伫这个月初5办说明会，讲是为着配合政府的给地力政策，要来开发地面型的耕田场，根本是欺骗的行为。中央还没有公告，但是我们今天有看到有业者要来送件，甚至来办说明会。我们希望县府能够来协同，然后来支持这样不划设的这个诉求。按照电业法的规定，就是讲以筹设许可，过来就是爱施工，再取得电业执照。筹设许可前爱办说明会，所以地方政府家根本就无收到，要甲台北就讲无收到。县府说明，大城乡339公顷的给地力耕田示范区是中央月设，目前暂缓实施。县府者嘛无收到业者的申请案，面对耕田开发，拢会严格审查，做好监督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